雅字语言029，加工狗仔甲石虎，加工甲狗仔是捌搭的好朋友，不时相招出外去佚佗，日是游览。暝是加工爬上树顶过暝，狗仔伫树骹洞内休困，互相相照顾。透早加工大声啼，要甲狗仔叫精神，真歹运。煞去互石虎听到，石虎加好势，甲加工学落甲答字，讲有够好听的歌声，真想要甲你摸起来浸。紧落来，咱来合唱《日头出来啊》。加工无咧戆大台，伊讲。你去甲伫树骹洞内休困迄只过暝叫精神，咱才来唱歌。石虎戆戆去弄门，狗仔雄雄撞出来，石虎随时拼下浪。寓意有巧气，就会轻松解决代志。